林富平女神林依晨2003年和张天林主演青春偶像剧《我的秘密花园》，由她饰演的范晓敏一角个性古灵精怪，至今仍深植人心。而张天林当时饰演她的男友黄耀辉，这对 CP 相隔16年居然又重聚了。林依晨昨天17日出席导演明金城的婚宴，当天包括张小燕、曾国成、方志友夫妇、6月等艺人都是座上宾。事后，杨明威在 IG 再 PO 出一张合照，照片中他和老婆方志友与林依晨、张天林一起合照。杨明威表示：“我的秘密花园太经典了，不少粉丝看完也惊呼范晓敏超级好看，小敏与耀辉超经典，张天林怎么看起来有大叔的感觉？”事实上，已许久未在台湾公开现身的张天林，今年已40岁。当年模特儿出身的他，参与电视剧演出便邀约不断，曾演出《吐司男之吻》《我的秘密花园》及《南丁格尔》等作品。后来他进军大陆，也把重心转向幕后。张天林昨晚也在微博上晒出和林依晨的合照，他表示：“小敏，我们16年没见，看到你好开心啊！”